综艺天王吴宗宪投资吸尘器副业，过年后将在高雄开张。吴宗宪释出500个职缺，开出月薪28K 起跳。今晚首度应征，就吸引近300人报名，并表示5月到高雄巨蛋开唱，也会邀请市长韩国瑜同台合唱。不过，由于行程太忙，吴宗宪无法担任高雄5月的观光代言人。观光局长潘恒旭也帮忙缓颊，称赞宪哥身体力行就是最好代言。艺人吴宗宪经常每次都在讲说，宗宪是台南人，台南人有没有？后来今天看了我的那个我的籍贯是高雄，哈哈哈，让我回到自己的故乡，把我们最好的产业在这边推动，应该是比较实际的。自称是台南人的吴宗宪改口说，其实籍贯设在高雄，也是高雄人。这次发展的吸尘器副业，年后要在高雄设立分公司，开放500个职缺，北中南涌入1500份履历。其中面试首日，高雄吸引200多位求职者，艺人吴宗宪开缺你们，那你们还不来？然后今天应征的才200-300个，我们可能要500个人，那今天才来300个不到。人没招满，30日吴宗宪继续面试，要高雄民众赶快投履历。为了增加面试意愿，更要公开员工月薪，艺人吴宗宪 vs 员工小朋友而已。然后这个来上个月领公司多少钱？领公司多少钱？来快点，35万。吴宗宪赶场面试。记者会上不忘宣传5月的演唱会，但被问到先前答应担任高雄观光代言人的事后却改口。晚间观光局长也特地和他面对面谈话。艺人吴宗宪 vs 高市观光局长潘恒旭，其实宪哥这么多次来高雄，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就是对故乡最好的代言。对我爱高雄，所以他其实不一定是5月，因为吴宗宪就是5月，每个月都是观光大使。谢谢。被质疑承诺跳票，潘恒旭则帮他解围，强调宪哥身体力行，对地方贡献，不分月份，就是高雄最好代言。